早晨，今日係2025年3月12日星期三，我喺秘魯嘅第8日，行李都放咗喺庫斯科嘅民宿，我只係帶一小袋必需品就出發啦。今日呢趟聖城一日遊，我計劃喺最後一個站Ollantaytambo嗰度脫團，唔會跟車返去庫斯科，直接搭火車去熱水鎮過夜。第一個站就去Chinchillo。3月呢個時候早上空氣都係好凍嘅，吸中喉嚨會有一點刺痛，但太陽一出，曬喺深色嘅外套就會開始發燙。高原嘅溫差就係咁樣咁極端噶啦。喺Chinchillo參觀當地婦女點樣製造羊毛式嘅布料，佢哋盤腿坐下嚟示範紡織，喺羊毛梳理開始用骨針將毛係挑鬆，再放到手掌心搓成粗線，染色個過程更加精彩。紅色嚟自寄生仙人掌嘅胭脂蟲，紫色係嚟自貝殼粉，綠色係嚟自一種灌木葉。整個廣場彌漫住一股植物沸騰嘅酸澀氣味。從Chinchillo開車到第二個站Pisa要1小時，呢個係聖谷裏規模數一數二嘅印加遺址。整座城沿住呢個山脊而興建，好似一個盤踞在山頭嘅巨鷹。呢度同Chinchillo完全唔同，佢唔係紡織嘅聚落，而係一個完整嘅軍事要塞。宗教中心兼農業嘅基地。印加皇帝帕查庫特克喺呢度建立咗皇家莊園。山頂最核心嘅位置有一座太陽確日石，跟馬丘比丘嗰座類似。印加祭司用佢嚟測試太陽嘅運行，制定農曆，決定咩時候播種，咩時候收割。你沿住石階往上爬，會經過一排排溪田，從山腳一路堆到上山頂，總共有3000級梯田，係整個聖谷最密集嘅農業工程。導遊話呢度梯田修復得特別完整，你可以清晰睇到印加人點樣唔同嘅高度平台種植唔同嘅作物。從高處可以望到谷底嘅皮薩克小鎮，好似被群山抱住喺手掌心。第三個站我哋去Moray印加人嘅農業實驗室，佢藏喺山溝裏邊，要開一段碎石路先至可以到。從上層往下看，好似一座天然圓形嘅劇場，直徑200公尺，深有30公尺。最頂嗰層到最底嗰層溫差有15度。印加人喺呢個模擬咗亞馬遜森林同埋高山凍原嘅氣候，馴服咗超過300種馬鈴薯。不可思議嘅係石牆內部嘅灌溉系統，碎石同沙土過濾雨水，逐層咁倒流，旱季都能夠保持濕潤。冇鐵器冇輪子，但精準咁樣計算到日照、風向同埋坡度。你踎低摸下嗰個石牆，表面嘅橙黃色嘅地衣摸起嚟粗糙又濕潤，風從峽谷咁樣灌入嚟時，會聽到低沉嘅嗡嗡聲。離開咗Moray之後，我哋就喺路邊一間餐廳食自助午餐，餐後就出發去Ollantaytambo啦。呢度曾經係印加皇帝帕查庫特克嘅皇家莊園、軍事要塞同埋祭儀中心。最震撼嘅係嗰排巨石階梯，超過200級，每一級都用咗整塊花崗岩嵌成，最重嘅超過100噸，而且喺6公里外嘅對面山頭運過嚟添。接縫連一張紙都插唔入，完全都唔需要石灰嚟黐土。喺1536年，印加軍喺呢度打贏咗西班牙，係少數印加人贏過嘅戰役。3月午後嘅風從山谷灌入嚟，帶住泥土同埋潮濕嘅植物氣味，你會感覺到歷史還在喘氣。好啦，導遊嘅車就要返庫斯科啦，但我就要去熱水鎮。因旅遊車唔可以直接到火車站，導遊就指示我經小路行10分鐘就到火車站，路就只有一條，都好容易揾到嘅。
我就拎住個火車票就走進月台啦。我搭嗰個車廂設有側邊同天花板嘅全景大窗，抬頭就可以望到安第斯山嘅風景。3月係雨季嘅尾聲，烏魯班波河水量暴漲，黃褐色嘅急流同埋泥土斷枝，好似一條奔騰嘅泥龍。火車沿住河岸前進1小時，車窗外係峽谷、翠綠嘅山坡同埋藏在雲裏嘅遺跡。呢段鐵路通往天空之城嘅階梯。黃昏抵達熱水鎮，第一時間先去巴士站買飛。小鎮逼喺一個峽谷底，烏魯班巴河嘅隆隆聲未停過，成個小鎮都浸喺呢個低震動入面。聽朝清早5點半，我就要趕第一班巴士上山。好在我住近巴士站，行3分鐘就到啦。今日我沿住印加入嚟呢個階梯，一步一步咁走向聽日。如果你哋鍾意呢趟聖城之旅，記得幫我點讚、訂閱、俾個 like。我哋聽日馬丘比丘見，拜拜。